我们都知道，我们府城就是旧城区的这个路网其实很密集，而且道路路幅狭小，那交通的流量的特性呢变化多端，所以呢过往呢就靠我们的这个监控人员呢，透过监视器，那及时的来判别这个拥塞的方向，然后来进行号志的调整。那透过 AI 辨识跟这个相关演算法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的号志呢，可以及时的根据拥塞的方向来调整红绿灯的秒数。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的使用的效率可以提升。第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监控人员的负担我们用全部是电脑及时来控制另外一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也设计了拥塞告警的功能。除了我们监控人员知道之外，我们也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警察同仁所以各分局的交通的警察同仁呢，也可以及时知道在他的辖区里面哪里有拥塞，那可以及时派员来疏导。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旧城区因都市开发较早，道路拓宽和都市更新都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改善旧城区主要道路拥塞的情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积极导入新科技来辅助。近期针对中西区14条易拥塞的主要干道，建置 AI 影像辨识设备，导入云端资讯收集、分析等技术，来优化路况监控及机动调整交通号志。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塞车，就一定会禁不住的骂一句话：这红车顶是拢无连线呢啦，那到一个路口就大踏一个路口，这是路口无警察的指挥呢啦，大家就会这样骂。警察看到这个路口车很多，他就可以机动调控，把绿灯秒数延长一点。相对的路口车比较少的，绿灯秒数短一点，这靠人工的调控。可是号志连线也好，人工调控也好，很难因应瞬息万变的交通状况，可能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后，车流状况都不一样。这样靠什么？靠 AI 靠人工智慧，靠整体的路网的规划。台南市是个古都在古都里面要辟建新的道路，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除了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运用许多科技的方式，能够让民众得到有意义、有效果的提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在咧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台南有真侪文化观光旅游的行程，欢迎民众会当来到台南斗闹热。台南的古迹节、庙宇节、美食节、豪华景区更是丰富多项，绝对是连节期间旅游的第一选择。也都规划了很多应节行春的这些活动，所以今天透过记者会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目前已经开展的有2个灯节，一个是龙起光节，号称是最美的山林的一个灯节；另外是我们月经港的灯节，也是在水域上最美丽的一个艺术灯节。那目前月经港灯节是今年是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是以往的3倍大，所有的作品有将近83组件所以山居在整个水域巷弄，甚至我们的盐水车站，总共有5大灯区，所以要参观艺术灯节，我想台南绝对是首选。那另外就是来台南一定要到古迹去行春，才有像过年的感觉。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众神之都那告诫贵尼西亚，就是大家去祈求神明拜拜啦，能够求得一年好年的一个一年之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季节所以
观旅局其实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搭配各局处，我们来整理了一个全台南在过年的这段时间，我们总共有60几个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来筹划了这个台南行春网在这上面呢，当然最重要的在这个季节当然就是我们的防疫的工作。所以大家点到我们的网站进去之后，你就会先看到就是我们防疫的相关的一个须知。那第二个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交通的一些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交通，甚至我们也连接到我们交通局的这个即时的这个交通的一个网站有一个讯息的一个布达。准备要迎接好年的来到，台南市府伫咧赤坎楼举办好野新春的特展，展示好野相关的文物佮有艺术品将近30件，民间的传说佮有包括15项好野相关的文创商品，互来到高级参观的民众会当对好野有更侪了解。市长会厅嘛特别来到现场来向民众宣传连结期间的丰富侪项的旅游景点。同时嘛，展出今年头一波的台南古迹限定的纪念商品。在台南，不管是在文化之旅，还是在饭店、观光景点，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因为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仁者药膳的空山祭，或智者药水的月经港灯节，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或者是你如果光是在台南住宿，你拿到了好康券，本身就有600多项的优惠那你拿了好康，凭着这个好康券，在台南走透透、吃透透、玩透透，都非常适合。另外，针对疫情台南本土家庭破功，市长表示，市府团队会积极来展开一连串的精准防疫措施，并把相关的疫情资讯公布在相关的网站，让民众会当掌握第一手的疫情消息。面对这个台南市的本土疫情，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些防疫措施。所谓加强防疫措施，就是明定除了中央所规定的，包括一些活动还有包括其他之外呢，我相信对于这个戴口罩还有这个景点的查方面，我们一定要落实。那对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已经现在对于一些比较老旧的防疫旅馆，我们都有配发这个紫外线的杀菌灯。那对于加强打疫苗的部分，我们在春节期间也是应该说都是这个都开不休息，都有加开疫苗接种站那至少是从初3开始就开始打。至于初1、初2有没有开始打，我还是要去在我们内部还要再开会因为毕竟也要考量了医护人员的人力调度，以及他们自己本身他们自己也要过节。那基本上我只能说，我们目前为止这个台南的这2例的案例，其实基本上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年关特别到行政署规划为期15天，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的工作。24号暗时10点，全台湾同步展开。市长吴美婷伫警察局长方阳林陪同，前往永康分局主持轻情教育，并且颁发慰问金。会中除了提出警方针对治安、交通、甲民众安心等3大工作要点的简报以外，讲到酒后开车认为已经忍无可忍，要求严格处罚，保障市民安全。法院已经3读通过加强这个对于酒驾的刑责以及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的部分，还有民事责任的部分，包括罚金的提高，包括刑期的加重。甚至包括10年内累犯的这个公布姓名、照片我相信这个部分这个不是猎巫，也不是报复，实在是大家对于酒后驾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上车为止。透过扩大灵感的宣誓行动，警方的人车发挥团队精神，共齐出发，到每一个路检为治安、交通拍拼，声势庞大。随后，市长嘛伫警察局长甲守望相助大队长宋俊明陪同，阵容已经成立19档的龙潭里守望相助队来慰劳大家辛劳，肯定因长期对治安的贡献，着力维系。热情活力。永保安康龙潭里守望乡支队，掌声！
台南新闻顾及采访报道。春节连假期间，因为人潮流量增加，所以伫各方面会需要经济警力来投入。台南市第一分局特别透过宣导的方式，提醒民众伫疫情最近较紧张的状况之下，民众伫外口必须要保持好社交距离，遵守各项的防疫规定。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分局分局长方国喜，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也提醒大家，面对疫情要更谨慎，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过年期间，警方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的3大主轴，分别是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因此，规划了举家外出的巡逻、护操、交通疏导及取缔酒驾，也会设置机动派出所。第一分局的警察同仁在春节期间会持续强化治安交通的工作，和各位市民朋友共同迎接平安顺心的新年。春节的期间，警察会注重伫重点的路段来进行交通的疏导，并会伫人潮较侪人的所在来加强巡逻。连假期间，嘛会配合市府相关单位来减少道路障碍、禁止道路施工。放假期间，为着不影响到交通，嘛会加强来处理，并强力来执行酒驾检测。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在连续假期期间，总计出动警力500人次，义交300人次，会全力做好交通维护秩序的工作。我们这边有提出7大策略。第一点，有关于警力义交民防，针对重要路口会加强做疏导，保持路口净空。第二点，除了紧急的一个修护工作之外，全面禁止道路开挖，确保车流能够顺畅。第三，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路口监视器画面，全程监控道路状况。如果有发现有道路拥塞情况，会及时出动交通怪障机制，确保交通一个顺畅。也会及时连线地方广播群组，提供道路的一个改善方案。最近疫情升温，请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防疫措施。出门伫外口就要加洗手、挂好喙罨，并甲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伫警察咧执勤的时阵，嘛确实做好防疫措施，共同努力来预防疫情扩大延烧。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客家区一名95岁李慧阿嬷，因为当年破病倒伫个门床顶，加上细汉后生佫是癌症的尾期，平常时的生活必须要靠嫁出去的查某囝回来照顾，厝内经济困难，真需要外界来斗相共。对此，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常务甲当地议员、区长甲社会局的人员前往慰问，并且递赠5万块的慰问金，帮助度过年关。因为过年要到。中者95岁生了6个子女，有4个已经无伫啊，剩2个。这位姐姐呢，爱照顾到弟弟，现在已经癌末，眼睛已经看不见，倒在床上。那妈妈呢，双脚截肢。一个妇人家呢，照顾2个重症的家属，真的诚属不易。现在过年年关将近了，据说他4次去借钱。来度过这个难关。那台南市议会知道了以后，就请我们区公所和社会局，以社会各界来让他们关怀关心，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抛砖引玉，到学甲这个地方给他们关心关怀，让他们觉得世上还有一些温暖的存在。更难能可贵的，这户的人家呢，将整个环境打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他很用心在照顾这个病人，这个要值得一提。那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发挥爱心，共同来关怀这户人家，让他们度过好年。议长表示，理价目前是中价收入户，目前区公所正受理价收入户的申请。伫个查某囝甲居家照护员的用心照顾，厝内环境阁算是清气。虽然一开始查某囝唔知影要哪申请照护甲斗相共，照顾甲有淡薄仔忝。现在消息一出，现场嘛有民间的社团、凤凰国际同济会到场来关心甲慰问，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善心团体来斗相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农历年将要来到，台南市议员陈怡珍用爱大理加酒类店，结合爱心的店家、海鲜粥，加知名的部落客台南吃货爱吃货，特别送餐给仁安基金会的家友。24、25两天，总共捐赠130份的餐点，希望予平时无厝可回去的家友，嘛用个感受丰年季节的温暖。今天主要是非常感谢我们在安平的先来碗海鲜粥的黄老板非常的有爱心啊，因为他有感于说现在过年快到了希望说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在年前吃到一碗热乎乎的热食所以他今天特别来到了仁安基金会，那一连2天总共准备了120碗的这个热热的海鲜粥，要让所有的弱势朋友呢可以吃得温暖，然后心里也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爱心。那也希望说抛砖引玉，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关怀弱势朋友的行列，所以再一次感谢包括我们尹爱达利议员还有周丽晶议员的主任一起来关心也再次感谢我们先来碗海鲜粥的黄老板的爱心。伫部落客台南吃货爱吃货的引荐，结合安平先来碗海鲜粥黄司吉头家的爱心，现场议员甲助理嘛斗相共发送，并且递赠1块的红包，予家友嘛用个感受过年的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交通路里门城堡庙每到过年期间的新春嘉年华开咧活动，不管是野春牛、高空烟火，还是炸风炮等等，拢是超关人气，引起数十万信众加游客来观赏。不过今年受疫情的冲击，伫元宵节进前的野春牛游行、国际高空烟火等活动，庙方慎重考虑防疫优先，拢将延期举办。25号上午，庙方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因为即摆疫情真严峻啦，所以讲阮委员会也来决议啊，先来暂缓，先来暂缓，即个2月12，即个野春牛的游行，含即个高空烟火、炸风炮的活动，阮是来暂延，因为因讲若疫情较好的时阵。政府若来会当去举办，阮会来请示阮的绿里门马，阮会来请示阮绿里门马，看什么时阵来举办，即个活动安尼。因为大概举办啦，你也看拢人山人海，一间拢过来10万个啦，所以讲非常的闹热安尼。所以讲而且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来举办，而且大家爱护绿里门马，大德啊，而且甲恁抱歉，也请恁体谅安尼。交通路里门城堡庙为了防疫，互信众安心参拜，不得已将活动延期。后续将随着疫情来调整。新春期间，嘛伫出入口增加真切门、量体温、酒精的消毒，以及增派清洁人员每一天2摆全庙消毒。同时嘛无提供跋杯甲抽签的服务，请信众体谅。有关咱防疫中心规定的工课，咱圣母庙绝对遵照，因为咱过年时啊是有上香拜念、跋杯，一律完全禁止。所以这个工课希望咱这个民众咧，大家知影，咱大家来遵守一下。咱跋杯完全禁止，抽签伫农历正月嘛是完全禁止吼。庙方召开记者会，宣布防疫为重，同时嘛主动将拜点收起来，伫地方建设纯联的大纸，来成为保持社交距离的标示等防疫。民政局副局长甲安南区长嘛拢出面表达肯定，伫信众嘛拢会当体谅，认为创意十足。因为其实我们是住在这边的人，那会很担心各方的人进来，然后其实是很感谢庙做这样子的决定，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预测就是来的人潮，因为并没有一个出入口去管制，所以庙方做这样的决定，其实我相信他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被保护到，所以其实是很开心。来到庙拜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地上的那个春联，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强迫的方式，然后但是是很醒目的方式，觉得庙很有巧思。
另外，灭火嘛讲，初一春牛开工点间，过七彩平安桥、软马祖桥卡以及龙开运井、甲地方特产市集等等，伫严格遵守防疫之下，才是照常进行。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长期咧关注绿色学生佮女性权益的议题，包括市员林美燕、林依莹嘛积极咧关注相关的问题。对111年开始来推动定位计划，市长会推伫咧20号下晡甲康纳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来签署台南市市政府校园定位计划合作的备忘录。记者会现场，安平区南区的市员参选人林依婷嘛到现场来积极关注女性相关的议题。自己生理的基本需求啊，这个不应该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而影响。因此呢，我们今年度正式来透过跟康纳乡公司的签约，能够开启对这个议题的重视，也希望唤起许多社会各界对于这个议题，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孩子。现在其实除了很多除了我们基本上的这个营养午餐的需求，但生理的这个月经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应该更加投注这个关心。那所以说，我们期待这个跟康纳乡的合作之后，能够一直持续，那有更多的好朋友来投入，来支持这个计划。教育局长郑新辉表示，为着要落实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佮有响应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一直不断的努力推动校园性别平等的教育，佮有关怀绿色学生的相关政策。事实上是响应整个联合国那对于这个性别的一个平等那么怎么样让一些这个学生，尤其是弱势的学生，在生理期来的时候不会有所谓的贫穷，也就是说他会买不起，而影响到他的所谓生理还有心理的一个感受以及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之前呢，在去年那社会局还有许多热心人士也谢谢我们戴总，事实上就率先呢办理了3个月的所谓示范。那对于邻近地区呢有17所的这个学校提供3个月免费的这样的生理用品，那加惠了我们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个学生。我是讲，现在就材料可能新北市也开始在用啦，台北市也在用啦。咱先用，因才对咱来用咱就咱的情况比因的情况较好。这是这个代志即摆阮来可能会一段，迄个管市要来，迄个管市要来，迄个管市要来愈来愈多对啦。所以比较讲时间到若讲大家拢要来找我会接袂起。这摆透过爱心企业合作的模式，会当互校园的性别平等更向前一步。同时嘛，希望会当有经济的企业会当共同做伙参与，提悬性别平等的观念，来打造一个友善校园，佮有社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